呢個係原著版本嘅《尋秦記》書籍第2章，名古代美女。項少龍忍唔住乘機輕輕碰咗佢嘅乳房，女子嘅臉更加紅了，但冇反對或責罵。項少龍大樂，咁樣睇嚟，就算暫時翻唔到去21世紀，生活都唔怕太乏味了。黃易先生寫嘅《尋秦記》，除咗將科幻元素放入秦始皇少年時嘅故事，仲有甜古意味。2001年 TVB 版本雖然張齒減少，但穿越元素發揮淋漓盡致成經典，都因為呢個時光穿越者項少龍將時光機同秦始皇放埋一齊，因為根本冇可能。但如果我同你講係有可能呢，穿越者可能真係存在於秦國當時，咁你會唔會更加有興趣睇佢12月31號嘅新電影啦？大家好，又係我暗網仔，我哋唔係做一個電影宣傳，真係唔係，因為其實我對呢一個劇集嘅敬佩根本上係啟蒙於我對呢一個中國歷史甚至穿越嘅東西，可能因為咁樣，我由細到大都想真正嘅穿越者係能夠存在於秦國㗎，而今日好似真係俾我揾到佢個名字，一位叫昌平君嘅神秘人物，佢係如劇集一樣幫助當時秦王嬴政成功登基剷除呂不韋老外嗰個人，並之後有3年係秦國嘅丞相，之後佢卻離奇消失，歷史書唔會太提及佢。昌平君亦根本唔係佢嘅真正名字，難道佢就係真正版嘅項少龍嗎？今日影片就用3個部分講秦始皇身邊嘅穿越人，中國穿越歷史嘅證明，昌平君如何幫助秦始皇去奪權，甚至話佢最後離奇嘅死亡都係咪同昌平君有關，同埋而有冇真係揾到長生不老藥呢？尋秦記電影連佢嘅都市傳說都係同時間有關。到底佢幾時上映啊？係大家一個經常問咗好多年嘅問題，係特技效果延遲，定係湊齊原班人馬嘅難度？同時佢影響呢幾年中國嘅穿越劇，如《步步驚心》或《太子妃升職記》，都用穿越女主涉及朝政，導致好多內地觀眾都同我一樣燒晒個腦㗎啦，成日想話咩中國歷史有穿越人，王莽呢個嘅皇帝係其中一樣，因為其實中國歷史入邊被懷疑係穿越人嘅人物真係唔少啊！如出咗預言書《黃極經世書》嘅宋代哲學家邵雍，正確預言1127年靖康之變同北宋滅亡，話係一個穿越人，但佢最出名係預言自己會幾時死亡。或東漢嘅發明家張衡132年發明史上首個能計算地震嘅地動儀，到創造推背圖嘅李淳風同袁天罡兩師徒推斷唐朝之後所有朝代，所以開啟秦國統一嘅昌平君係咪又係師傅又係穿越人啊？教導自己個徒弟秦王嬴政，因為其實嬴政佢自細都冇乜人可以依靠，雖然佢係生在帝王之家，但佢真正同自己家人同住嘅時間只有3年，其餘嘅日子佢都係捲入喺唔同幫派嘅權力鬥爭中，一切可以由佢嘅奪權故事開始講起。前246年成為秦王嘅嬴政當時只有13歲，可想到佢嘅人生係多麼受人擺布。唯一可以令到佢放心就係當時作為佢嘅攝政同老師嘅昌平君，因為由佢爸爸異人同另一爸爸呂不韋嘅關係開始，佢一出世就係一場無情交易當中。話當時作為商人嘅呂不韋為咗結交生在帝王家嘅異人，將自己以懷孕同居女友送俾異人，嬴政就係咁樣變成王子。雖然佢嘅真正爸爸係邊個，到現今都係一個強烈 debate 嘅一件事。總之，佢一出世就活喺佢阿爸嘅大靠山華陽夫人當時嘅太后喺秦國嘅楚國幫會中。到異人33歲死後，作為哥哥嘅嬴政被逼登基成王，對面係弟弟成蟜同成蟜母親嘅韓國幫會。同時同華陽夫人地位平等嘅呂不韋變成嬴政仲父，並幫手剷除成蟜同佢母親後，與舊相好嬴政阿媽同佢嘅新男寵嫪毐脫離太后華陽夫人，成立一個叫做趙國勢力，因為佢哋全部都係趙國人。就解釋到點解林峰入邊個角色叫趙盤啦，佢哋全部都係趙國嘅人啦，但佢哋冇講啱嘅就係嫪毐呢個角色。咁佢喺劇集光華中佢係一個即係太監嚟噶嘛，但係原來真實嘅嫪毐好勁噶，佢有個絕技噶，就係用下體轉個車轆。
係真嘅，係真嘅，歷史上邊係咁講嘅。老外甚至當時成為嬴政嘅假父，權勢勁到喺嬴政22歲親政大典嗰一日發動老外之亂，用自己喺宮廷內嘅500名內部親兵同埋官員想奪去皇位，但明察暗訪嘅未來人昌平君一早先知老外陰謀，將佢揭發俾秦始皇。等老外真係控制咗咸陽之後，嬴政將佢一早預備好嘅宮外令揭出，用埋藏嘅軍隊誅殺老外。已經黑化嘅嬴政再囚禁母親，亦將曾經推薦老外同埋有機會係親阿爸嘅呂不韋用毒酒殺死。而最後唯一剩下嘅就係一直幫助佢嘅老師昌平君，因為昌平君幫手平定老外，一定榮華富貴享之不盡。但佢做咗3年丞相後，卻離奇消失。而昌平君根本唔係一個真名嚟嘅，佢真係一個未來人。Well， 大家都係咁樣覺得嘅，直至到1982年，一批銅器上揾到昌平君嘅真正名字洪啟，因為原來當時洪係楚國國王嘅姓氏，昌平君 A.K.A. 洪啟，原來一直都係楚國嘅王子，更一直係秦國當中楚國幫會嘅幫手，所以根本冇穿越，根本就係秦始皇嘅人生太過戲劇化，所以導致例如佢嘅陵墓嘅隱藏角落或者兵馬俑係用真人去組。我呢1-2日會有會員影片講秦始皇的黑暗世界，請成為我嘅 G 級會員啦。咁你個名咧就會喺個片個尾嗰度出現啦，同埋有額外嘅影片。但如果你淨係想成為我嘅 A 級會員，你都可以睇到秦始皇黑暗世界，就撳下邊個連結一次就得噶啦。所以現實中冇師傅翻嚟救盤兒嘅戲碼，唔似喺新電影中有未來人幫，亦冇要揾到仙藥。前2019年就派咗一個名徐福嘅人揾唔到自己去揾，其實係一種由水銀、硫礦等煉成嘅毒藥，卻前2010年用第5次巡行天下嘅藉口，50歲之年去揾不死藥，途中病死。但當中有個傳說係秦始皇死嘅前2年，有位大臣遇上神秘人士，一個要大臣將一塊玉璧交俾秦始皇嘅神秘人，只講咗一句預言嘅話：今年早龍死，係十分之奇怪，但可能會係未來人嗎？預言咗秦始皇嘅死，所以佢之後有所防範，其實就係假死。其實我可能真係太中意呢套劇集，任何少少細節可以變成真，咁多年都係想咁。最想嘅係，其實嗰個悲慘嘅人嬴政係根本冇死到，係透過某種方法揾到時光機器，遠離佢嘅煩擾世界，可以喺時光任何一處自由自在，逆天而行，長生不死，咁就最好。咁啊真係抗為天意嘅霸主啦，亦係拒絕相信天命最高嘅一個皇帝。